前一阵啊，全国各级的学校因为疫情，伫5月19号以后全部爱停课。当时台南市率先全国推出公办的线顶教学的课程，不管是课程的内容，还是线顶的通顺程度，拢受到大部分的学生佮有家长的认同。近日咧线顶有超过900万人次的收看。市长吴惠婷特别选伫咧9月28号教师节即天来向全体教育团队表达感谢。许多在这一次这个3级警戒期间，来做好这个公版线上教学的各位老师以及校长们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，我想除了收视率就是最好的保证哈。这个除了这个收看率有900多万以外呢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辛苦应该是被看到的。所以说他们的成就被肯定，辛苦应该被看到。我们今天是针对他们的一个努力跟辛苦来给予最大的表示，对他们最大的谢意那所以说，我想这个是证明了台南的软实力。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表扬，借着这个颁奖，能够让将来我们台南市不管在数位落差的消除减少，以及教学内容的精进增加。那个部分，这两个部分都能够有一些好的增进。那将来我想台南市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。伫教师节即天特别选伫咧台南孔子庙全大小学边仔的5德店，来表扬所有的优秀用心的老师团队，伫短短的时间内面，会用做出品质遮尔好的课程。市长除了表达感谢以外，同时嘛肯定全大小学台南绝对是生智名归。其实我们台南市在整个停课不停学的这个期间，我们创造了停课不停学的全国的典范。我也可以很骄傲的说，我们也创造了教育史上台南的教育奇迹。因为通过这样的公版的直播，服务了600多万的人次。在1天半的时间，我们就让它上线，而且不累。我们所有的课程只有更好，只有让孩子跟家长还有老师，那么感受我们对教育的这样的热心、专业，不为疫情而有所影响。我们台南确实是创造了奇迹。伫活动的最后，市长甲教育局长一一来向所有的各领域老师团队颁发感谢状，感谢因的专业佮有努力，让台南伫教育领域有遮尔优秀的表现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